爱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收藏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用单手来敬拜我们的神。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树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树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
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亚，新的灵浇灌下来，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遇到顺遂或困难的时候？但记得，上帝一定会把我们紧紧抓住，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在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都紧紧把我们抓住，总是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总是会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您会把我们抓住。礼拜即将开始，把礼拜从头到尾交在您的手中。小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阿门。门。
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接着，陈国成牧师要以最大的诫命来为我们证道。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国小、国中已经开学了，发现说孩子到学校都开始收心，然后发课本，进入新的学期。那接下来还有大学生的开学，那也求神帮助这些孩子能够重新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能够拿起课本。那随着年级的增长，他们的智慧跟知识都得到启发，都得到启示。上个礼拜我带孩子去海边玩水，那因为这几天刚好也没有下什么雨，那刚好那天天气也很好，就带着孩子去玩水。发现在玩水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孩子是害怕的，一开始孩子对这个海浪他也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也不是住在海边的人，那后来发现说，当他们一次一次，他们可以越离这个浪越近一点，但是人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就是说遇到危险他会知道闪躲，他会知道离开，那大人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应变，保护他们的安全。那这个是在安全底下来让孩子有这个经历。那你会发现孩子他会有一个挑战，会有一个尝试，因为每一次来的浪都不一样的。有时候来的浪是比较大一点，那有时候来的浪是小一点的。那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当中，他就会有一个挑战，来让他们的胆力能够受到一个训练。求神也帮助我们，其实孩子就是这样子学习。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的学习，彼此一样挑战。有人问说，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在于十字架。你的身上有戴十字架的项链吗？我是比较不习惯戴项链、戴戒指，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不喜欢受到一些的捆绑，比较喜欢说比较宽松自由。那如果戴项链，我常常换衣服，或者是有时候东西就忘了不见了那我就比较少戴十字架以及戴这个戒指当然有时候参加营会就会送十字架甚至我也会买十字架送人。曾经也买十字架送住在医院住院的患者。那十字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恩典的工作，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背负了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在于十字架上。那上帝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也兴盛。那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建立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必须要在十字架上来建立，甚至我们的信仰告白都必须要奉主的名来宣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
除了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之外，他不提别的事，因为他已经定了主意，在中间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章2节。所以我们要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看人跟环境，我们只仰望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法利赛人看见了耶稣，他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撒都该人就是奉这个祭司撒都这一派的人，所以这个跟法利赛人虽然有不一样。我们知道除了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还有分类党的人。分类党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他主张犹太主义，他主张犹太的建国，所以分类党他都会制造一些恐怖事件，来让罗马政府来操心担心，所以他们身上一定会带一把刀，随时随地可能就会发动革命。那法利赛人就是在圣殿里面，或者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来教导圣经。所以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已经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其中有一个法律师律法师就要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那我们必须要回到看律法到底有几条。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透过摩西在西乃旷野西乃山上颁布了这个由神颁布给他的十诫这样的法版。这样的石板给他，只有10诫而已。那他们一直不断的增加，后来增加到要做的诫命总共有248条，以及不可以做的诫命有365条，365条，那总共加起来613条，要做的跟不能做的。但这些诫命又回到诫命的根本，就是十诫。所以在十诫从十诫衍生出去，总共有613条。所以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人就来挑战耶稣说：“当守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耶稣呢，就对他说：“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最要紧、最大的。那其次也相仿。”也就是说，接下来跟第一条是一样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从613条诫命回到核心价值在于十诫，从十诫再回到最大的诫命，也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跟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诫命中第一的，当然就是要敬畏神。所以我们十诫。第1诫到第4诫都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第1诫说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2诫就说不能够在宇宙万物里面又去造了另外一个偶像，创造一个神明来跟上帝一样。那到守安息日，守主的圣日。那从第5诫开始就是不能杀人，不能够偷窃，不能够犯奸淫。不能够贪恋你的邻居的这些所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诫命，从十诫又回到核心价值，也是爱神跟爱人。所以犹太人在这个诫命里面，他们一直衍生，总共有613条的当中，那到底哪一条是最大呢？耶稣也回到这个核心价值，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一样，也是爱神跟爱人的当中，我们实践我们所相信的。进入神学院要读书的人，他要读很多的书，那当中呢，最先要读的就是圣经，有从旧约，然后就读到新约，有旧约导论，有新约导论，还有旧约神学，又有新约神学。那除了这些圣经以外所要念的，那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化的神学，比如说实践神学，或者是其他一些神学。那这些神学都是神的学问，神的道理，我们把它归类为神学。你知道，在解放主义之前，
人是被压抑、被捆绑的甚至人在不民主的时代，人是受约束的，所以人必须要抗争而得到那个自由民主，所以就会有那个解放神学，那还有黑人的解放神学等等这些的透过一些实践性的历史的遭遇跟历史时代的经历，就会演变有一些神学的思想跟它的价值出来。在台湾，我们有本土神学，因为以前的神学教授研发出在这个神学要定根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所以这个本土神学他就用了在守圣餐的时候，他就用台湾的出产的东西来取代圣餐。当然，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接受，他用什么来取代圣餐呢？他可能用番薯饼，来，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那就剥开。那用什么来取代葡萄汁呢？可能用乌龙茶，等等这些，那不管这些神学也有争论，神学也有一些争议，神学也有一些你认同或不认同的地方，就好像敬拜赞美刚开始的时候，传统的教会就会没办法接受。那敬拜赞美进来，从国外到台湾已经大概20多年，到30年的时间，也渐渐被教会来接受，也渐渐普遍化。一些东西要开始接受，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容易。但是又回到圣经里面，回到我们圣经的文本，就是爱神跟爱人。除了这2点以外，我们再延伸出去，所有的神学一样，我们都是要爱神，要爱人。为什么这些人是被捆绑的呢？为什么这些黑奴他们要自由呢？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神学来产生。所以律法师的问题说，要守的诫命这么多，那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哪一条最大的呢？耶稣就跟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诫命中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你说我是爱神，但是你不爱人，那是不完整的，那是不整全的，那是不够完整的。那因为人有缺陷，人有我们所带来原生的罪性，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都不完美。那神也召集不完美的人聚在一起。我记得刚牧会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教会的门打开。然后当教会的门打开之后，隔壁的邻居就说：“你们教会好像有2个年轻人要来，到底那个2个年轻人是谁？”我就说：“那个就是我，跟我太太，然后就有2个人在那边打扫环境。你们教会的门终于开了你们教会的门关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来开门什么之类的然后隔壁的这些邻居就跟我们讲教会的门开了。所以当教会要爱人的时候，第一个先把教会的门要打开。所以当我们的教会门打开之后，我们连侧门打开之后，你看每个礼拜来这边从这边走去市场的人，他们就走捷径，然后走过去，他们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看到教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看到教会的反应就是他们就看教会的门面，哇，教会的门面长什么样子，然后说这个是到底什么建筑？那我就发现说，有些人他就会这样子观望，那甚至有些人会看到教会的那个告牌，就说，这个是泸州教会马界设立的那一个铁板这样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教会那个是你们泸州教会的标志吗？你们那个教会的外观建筑物有一个圆形的，我说我记得那个是长老教会的标志我说那个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标志。可是里面有一个数字，那个是什么？我想想，我们总会的 logo 没有那个数字那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忽然想想说，我也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所以你知道里面有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吗？你进来教会，你有没有注意看？宏宇，你有没有注意看？有什么？写什么？1873 6月22。
我今天又确认了一下，大概是没错。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再看一下那个圆形的标志里面所写的数字。既然外面的人比我们还清楚，而且还打电话来问我，还有是我接的，他说你们那个是你们教会的标志吗？我说那个应该是我们总会的标志，每个长老教会的标志。可是那个数字就代表是我们教会独一无二的数字，因为那是我们社教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外面的人经过教会，他好像看得比我们还要来得清楚。可能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去注意的，可是他们却不经意的替我们注意到这些小细节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牧会第一件事情把门打开之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进入社区，进入教会就要进入这个社区。所以隔壁邻居就说：“你们最近教会怎么都有孩子来教会？”然后他就点名因为这个孩子是整个社区的捣蛋分子，他怎么会来这里？那因为我们要去招周末儿童营，我们只能够去外面找学生，因为教会也没有孩子嘛，然后就找来了，最调皮的，整个国小最头痛的人物，都在我们的周末儿童营。然后他们会怎么样？这个村庄的头头跟那个村庄的头头怎样？会吵架，然后有时候会打起来这样子。那我说有时候在这个当中都要去调和调。不过这个孩子一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都有他们的个性跟他们的脾气，然后那外面有一个他在开车在接送客人的一个司机，因为教会隔壁就是一个公车站牌，那公车站牌就人来人往下车，然后有人坐车这样，那这个司机他就载客就有人拦车，他就帮他们载，然后就靠着这个工作在维生。他就有一天就问我说：“传道你怎么去找那么多的孩子来啊？”所以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他去召集罪人，他去找这些生病的，他去找这些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耶稣的门徒也不一定是在当时社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就是非常的一般，非常的基本，就是彼得他就是渔夫，那也有税吏，那也有分瑞党的人等等之类这些人。所以耶稣的学生也不是学问顶高的人，他们就是一般很普遍很一般的人。所以当教会的门打开之后，进来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人。那个司机就说：“这个是我们村庄里面这个顽皮分子竟然来到教会里面。”所以当时候在做这些孩子的时候，有时候要载他们去哪里去哪里。1年、2年、3年之后，这些孩子慢慢他们就改变了，慢慢他们就发现说，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开始改变，然后他改变，学校也发现说，他们改变了，所以学校都借我们教会去办活动你们教会赶快来办活动，那我们也曾在教会办儿童营之类的，来帮助这些小朋友。所以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教会的门打开，然后你知道吗？有其他县市的一些单位，他知道我们教会在做儿童，我们从来没有去拜托人什么事，然后东西就自己寄过来，有时候寄来是1箱的玩具，有时候是寄来很多的衣服，然后就说你们去发给有需要的人，然后有时候又寄来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时候数不完，就常常在接包裹送来就是一大箱一整袋，然后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儿童营的孩子常常在领东西，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免费的。那有些孩子的家庭确实他们是比较辛苦的，有的是隔代教养的，爸爸妈妈根本都到都市去工作，那就是爷爷奶奶在带的。那也有爸爸妈妈在出国进修，去那里进修你知道吗？在监狱里面进修，然后我们就要去关心，所以有时候圣诞节就要送爱给他们，然后就要去买那个圣诞礼物。
所以当我们去爱这些需要爱的人，其实神就为我们预备很多很多的东西，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要脚踏车，那教会在办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4、5台脚踏车，然后他说他很想要得到脚踏车，怎么办？就抽出来，就抽到他，他就得到脚踏车，他非常的开心。抽到他，竟然是他，他就把脚踏车牵回去，他多开心啊！隔天就骑脚踏车去上学，这是教会送的，免费的，你看多好。所以这些物资物品，就是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神也为我们预备这些物品、这些物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到底什么可以什么是优先来遵守的？耶稣跟他回答：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心力来爱神。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们对待人用对待自己一样来对待人，那就对了，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我吃剩了再给他，你用你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人，就对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知道怎么去爱神，也怎么去爱人，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律法、整个诫命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圣经跟我们讲，这就是所有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你翻开旧约，你翻开新约，就在这2条诫命里面，那就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学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所提的。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你看神创造这世界万物，创造了人，最后是因为人因为罪而离开了伊甸园。又到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来，要成就这上帝所爱人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事上，所以爱神跟爱人就是律法跟先知的所有这些道理的总纲。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呢？我们怎么把它去实践出来呢？有时候也相对的很难。但是神跟我们讲什么？你右手做的怎样，左手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被人挑战，就如同法利赛人挑战耶稣一样。我们常常有四周围的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问你：“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回答他，是吗？甚至我当时候还被人家误会说：“你牧师可以结婚哦？”那当然啦，牧师当然也可以结婚了，只有神父不能结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像耶稣一样，有些人来问我们问题。当然，法利赛人是要找耶稣的麻烦，是要挑战耶稣的权柄，是要挑战耶稣他所认识的到底有多多。但是有些我们的朋友会问我们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有关教会的问题，有关你所信的是什么。那其实很简单，就是耶稣跟我们讲的，就是要爱上帝，要爱人。最近那个彭蒙会，彭蒙会这个英文老师不是走了嘛？神呼召他来到台湾，有多少人是透过这样的英文的教学，而成为一个在英语领域里面受到帮助的？我曾经在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妹，她爸爸就是盯她每天都一定要看大家说英语。我非常记得说，你怎么每天都在看那个大家说英语，而且还要听？以前那个你买杂志才有附那个 CD， 你才可以听啊，然后就要听，然后要复习，然后每天大家说英语，你知道他毕业之后英语能力超好的。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系来帮助台湾人，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能够爱神跟爱人的教会，就是这个律法跟先知以及所有道理的总纲，就是这2条的诫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神选召我们都不是特别
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其实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在这些不是身份特别明显的人的身上而彰显出来的，特别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学生，成为耶稣的门徒，怎样？我们应当要爱神，应当要爱人。所以如果爱神的人说他不爱人，那他也不配当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两条是并行并进的，而且这两条的交集就是十字架。这两条交集就是我们的信仰核心的价值，就是十字架。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透过上帝拣选我们，像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在我们的教会聚集，让我们也应当爱神跟爱人。上次牧师讲到道别一定要道歉要道谢，要大爱。谢谢各位4年多来在教会的参与的服事。其实你们的服事神都会纪念，神也透过他的慈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4年多来经历这些神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默默在做的人默默做事的人，其实我都看在眼里，我都知道说很多人都是默默的在付出，默默的在做所以我们每一份的付出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也透过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建立我们的教会成全神的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然后又透过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爱给传扬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耶稣的命令他的学生怎样去呼召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让他们归于他的名下。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坚立站立在这里。就好像外面的人其实他看的还比我们更仔细，就好像那个大图案里面为什么那一排数字，其实我从来都也没有去在意它他就说那个数字代表什么。所以当我们也会遇到人来问我们泸州教会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基督教又是什么？那这些你怎么回答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耶稣跟我们讲的，要爱神，要爱人，甚至要爱人如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说，这2个诫命就是我们所信的核心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先知跟律法的总纲让我们在这个呼召之地，我们所聚会的教会里面，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也能够让自己能够成为活活的祭，让神来喜悦。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台上，我们用荣耀的呼召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命定。我们一起起立。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我们的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蒙受呼召的教会里面，也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器皿，来荣耀神。也求圣灵的恩膏时常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瓦器里面能够充满神给我们的恩惠跟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聚会的泸州教会，是我们蒙呼召与神相遇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蒙恩召的时候，当我们蒙受呼召的时候，这个是神你与我们的约定。我们要成为爱人爱神的学生，我们要成为爱人跟爱神的门徒，来跟随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的意义价值就在于爱上帝跟爱人，让我们也爱人如己，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神你的爱跟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来建造泸州教会，来建立泸州教会，让我们的泸州教会里面常常充满神给我们的恩惠跟恩典。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看见经历神你给我们充满的能力，能够彰显你的大爱，在我们所待的这个泸州社区里面，帮助我们的教会永远的建立，又透过马偕宣教师所建立151年前，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当中。我们是这一代接棒的人，我们必须要延续神你的爱跟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被你呼召感动的器皿，来建造泸州教会。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请奉献的同工出列。
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新朋友来到当中吗？有没有漏掉的？没有，那我就来做报告哈。那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哈，就是今天呢要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哈。那等一下全部报告完，我们再请牧师来主理。那今天下午1点半，召开定期的长执会。好，那9月8号就是圣经奉献主日，那也请兄姐关心代祷。9月14号晚上要举行敬拜赞美的培训会。那当天的敬拜是方月姐妹，司琴是慧文老师，主理是俊宏长老，主题是音控与和声同工之间的搭配。那就是请敬拜赞美团队的成员务必出席，包含主领、配唱、乐手跟音控。好，那也欢迎就是有兴趣能够就是愿意参与服事的关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培训。好，那另外就是信德奖学金从9月1号到9月22号申请，就是如果有国小、国中，需要提出申请的话，就需要再去申请成绩证明单。好，那另外就是第6项，就是我们教会在9月底之前，就是完成明年度的同工的选举。好，那各团契在完成了选举之后，再将名单交回办公室。那其实就是刚才牧师在祷告当中或者在讲道当中也一再提醒我们呢就是在这当中呢，我们服事就是跟神的约定，也是跟神就是也是对教会的委身。那就是我们邀请就是各位如果有意愿参与服事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尽量参与。那最后再有一项会计报告，就是8月份的收入，那请大家看过目这样。好，那现在我们将就时间交给牧师来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9月份的庆生会，在台语堂的部分有办理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华语堂。好，那华语堂就是美英姐。刚刚已经好，那现在就是婷宇，还有杰文、佳音呢？佳音已经出国了，那就今天就婷宇吗？哇，单独一个寿星，那请出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大家唱起歌来都心里充满了喜乐哈。可是其实我在这当中要报告，顺便向各位弟兄姐妹报告说明，就是其实今天这一讲是牧师在泸州教会的最后一讲。那牧师他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牧会就是到10月为止。那我们9月跟10月就是让牧师他们可以整理安顿，好，就是他目前的牧师馆，还有到新的教会的牧会的里程碑去这样子哈。那其实我们心里大家都非常舍不得，但是出于神的，我们都只能顺服，而且我们也只能赞美神，然后一切就是按照神圣灵的引领来继续我们往前行，不论是泸州教会或者是牧师新的牧会的场域。那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为我们的林国成牧师跟怡轩牧师他们在新的教会的牧会生涯代祷。那也求神带领天在新的学校的环境里面，能够一切都顺利。那也为泸州教会祷告，在我们没有牧师这段期间，由就是林口教会的牧师杨牧师来做我们小会议长，一切
教会的事工都可以顺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恳求神以圣灵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在过去国成牧师的还有这牧师的祷告当中，得着很大的恩惠，得着很大的力量。我们也求神，你在我们每牧师期间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教会，特别为国成牧师新的教会的服侍祷告，求上帝你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壮，那成为土星教会的养分，能够有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能够把事工进行到完美，成为神喜悦又忠心的好人。我们敬前排列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您兼顾我们泸州教会，带领国成牧师跟怡娟牧师他们夫妇来到我们泸州教会牧养我们4年半，在这当中培育了我们，陪伴了我们弟兄姐妹，经过疫情的困难，以及带领我们通过我们社教150周年的种种活动，建造起我们的信仰根基，以及我们在服事当中的热情，也栽培同工投入委身服事，同心来建设我们泸州教会，成为一个有历史、有内涵、有理想、有信心、有爱心跟盼望的教会。我们也顺服圣灵的引领，因为牧师他们因为牧营会生涯的因素，需要到台中的笃行教会去牧会。我们恳求圣灵里引导兼顾我们2位牧者，在未来的牧会生涯当中，充满信心、仁爱与智慧，成为上帝的精兵，成为众人的祝福，是上帝喜悦又忠心的良牧。恳求上帝以赐福牧师及他们的家族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身心灵健壮，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得到上帝的大恩典跟祝福。我们同心恳求，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请坐。最后我们来唱散会诗，唱完诗歌之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来，我们一起起立唱散会诗歌，就是我们的圣诗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愿主愿主，来，我们唱就是第400首哈，就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也与泸州教会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